冠軍暨遮打杯，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個馬啦，最出嗰邊有隻遊龍串鳳啊，中間就白鶴飛駒啦，智取神駒亦都擺咗前面嘅位置走噶啦，內欄第4位藍衫就圓滿杜拜啊，第5位遨遊氣泡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呢隻咧就當年情啦，標誌5支啦，尾3位置係球星啊，暫時殿後一隊紅衫外邊係安晴啊，入邊走咗上去咯，尾二位置6-3粉紅毛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隻智取神駒嘅，遊龍串鳳啊跟住個第2位啊走咗出去，外邊第3位咧就圓滿杜拜，內欄第4橙帽咧係白鶴飛駒啊，第5位咁啊就係呢隻遨遊氣泡啦，後邊嗰5匹馬位置變動上面都唔係好大㗎啦，當年情啦，尾4位置係標誌5支啊，攝咗入去內欄呢仲有球星啦，後邊2匹馬紅衫尾二係安晴啦，暫時殿後係有目共賞嚟㗎，開始跑對面直路接近14米嘅段處啊，前面呢都仲係智取神駒拋嚟咗個幾身位啊帶頭嘅，第2位嘅馬係遊龍串鳳啊，圓滿杜拜係第3啦，出邊有馬走喎，紅衫係安晴走咗上去啊，中間呢仲有呢隻第5位係遨遊氣泡啊，內欄第6呢橙帽仲有隻白鶴飛駒啊，後邊嗰4匹馬標誌5支啦，內欄尾3係當年情啊，後邊2匹馬球星暫時殿後仍然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仲係智取神駒啊，外邊安晴一路比住走咗上去啊，中間夾住呢藍衫就圓滿杜拜啦，第4位外邊遨遊氣泡慢慢上咗啲啦，埋邊第5仲係遊龍串鳳，第6位橙帽嗰隻白鶴飛駒啊，後邊4匹馬標誌5支當年情球星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有目共賞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3隻馬平排啊，埋邊係智取神駒，中間圓滿杜拜，出邊係安晴啊，遨遊氣泡響第4位白帽攞出去外邊啊，出邊追嘅嘛，仲有白鶴飛駒啊，針啊偷入邊上，仲係遊龍串鳳，最出嗰邊呢仲有標誌5支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遨遊氣泡好輕鬆已經出咗嚟啦，埋邊呢仲係圓滿杜拜，白鶴飛駒響中道，外邊有標誌5支，中間仲係遊龍串鳳啊，最後100零米遨遊氣泡正式成為長途3冠王，贏出呢場遮打杯啊！球星跑第2，第3名嘅馬就係呢隻白鶴飛駒啊！呢隻遨遊氣泡都犀利啦，繼翠河喺93、94年度之後，相隔咗超過30年啦。喺今屆24、25年度，呢匹遨遊氣泡正式成為第2匹長途3冠王啊！1600董事杯冇問題，2000香港金杯一樣得。嚟到呢場遮打杯2400米，將對手遠遠拋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